今天咋都穿这哦，穿新衫了嘛？对啊，今天也要跳金刚舞，早点可以走。你也跳吧。对啊。去吧，去吧。这个摇啊，慢慢摇啊，只要不要放音乐剧，这个就还可以。哎，还看不看？真的是放音乐去了。哎，我没来哦。哎，好像是啊。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公布了新的造型啊！呵呵。
放重复了嘛？这不给你们放金刚舞，跳人都没有了。感恩父母，全部是些感恩的那些歌曲，它里面内容都记录什么感恩的那些。小狗跑了。许多人教他们。扎西个妆有点短。
他刚刚6天了嘛。这是去哪错？是去哪错？看一下他有直播没有啊？咏春在跳。
今天那个金刚舞，哦，金鸡山，对，对啊，都穿队服的。对，晚了，够了。现在几点了8点45，调完都差不多，看快9点钟。我看小李前天给老师送的好大一盆玫瑰花哟，玫瑰花伞。哎，这个，还有我那个朋友我们一起。可以。这么说，小李这方面还是懂事。主要是他等一会儿酒他还要上货，是吧？是啊，我就跟到后面来了。我这个老师喊我进去的噻，哎，真的，我听那个保安说，进来。因为啥子？所谓包子是飞起的，一看到起飞把我7、8个包。还是换金刚舞，他都搞忘了。这引做没来的，不然我就3只筷子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因为他今年结婚了嘛，这个7月份嘛去要不要？因为我应该也要去，他叫我去，有点悬哦，就是在外面这个。如果7月份的话，有可能对去不了哦。用真的是可以吧？抖音。他今天也是冒险，就是我爸。没来吧？没了。没有。本来我今天想去直播了，就是在家里面玩，搞忘了。我看着10点钟我就不去了，算了。主要我想把花瓣带上，有点热，那个时候太阳好大哦。我说这么热，我干脆不去了，算了。哎，就家里面后面我去把电脑，把我买了那个2022年那个 M1 Pro 那个版本，那个 MacBook 那个卖了。苹果店里面，我本来想放个最新的 iPad Pro 那个，看那个我去体验了一下，感觉那个新款的 iPad Pro 我试了一个不怎么样，感觉一般嘛，还是把那个卖掉了。
苹果店才给我5000块钱，前几个月给我5500，后面出新品之后降了。小倩和永吉，他们关系都非常好。我只是说，永吉工作太忙了嘛，不然他们可以一起拍跳舞。就习惯了嘛。星期三班都金刚舞，金刚舞一般跳了人就不在了，就少一半。今年还可以吧，今年的8点50多左右。不跳的话也要跳啊，因为这个金刚舞就像每个人唱自己国家的国歌一样，都会跳。他们从小就会跳这个金刚舞。他那个就是叫啥嘞？它一共有12段。反正这个舞蹈有点长了，应该有几百年历史，应该有，我觉得应该有300-400年吧。
这儿的美女是问一下吗？拍了可以啊，是啊。对印度这个它是印度很懂礼貌，就是印度为人很那个。在
400年左右，还有的时候80、90。基本上你每个人都会跳，所有的男女老少都会跳，小朋友都会跳。对，跳完就完了。英主在直播吗？还有没完呢？以为他们已经完了，应该有12段，应该没有，这应该只有这边说有些是12段。英主不是说，今年他说他今年结婚了嘛？不知道了，到底什么时定下来不知道。我看他上直播没有？玩完了吗？对啊，本来也是啊，金州一般有些不会跳的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跳完是15分钟左右，金州是最后再跳。你都过去了吗？你过去了吗？我车上有啊，我那拿一个嘛啊。我这儿笔都没写个红包上面，字都没写个在那儿写。他酒店里面有字，哦，酒店里面有笔，还是。在青阳宫这边，我马上过来。没电了。那个夜场。马上就完了吧。这个动作比较难。没电了吗？还没电喽。它有显示的嘛？是多少？他那边显的有啊，有点，有20%，还20%，还有20%，够了，因为还有。你们全部通过了吗？要环境我们有。
哈哈，给我装作一个拉姆。伸展运动。你可以把那个再推近一点点，你推前弯，我推完了，对吧？推拉近一点点，不然显得有点矮，知道吧？太渴了。你还有功能没开，一个1.5倍的一个清晰音响说话，还可以有快捷键直接开，你相当于这个画面还可以放大一点点，还可以开到1.5倍。你没开那个功能。对，这个警长会有点长，对，就是我们是工作这个事，好像是17世纪的吧，有点长。他们就说8世纪和9世纪从英国那个传过来的，但是就有点什么说法都有。罗布没看到啊，今天转一圈嘛，罗布是跳跳就走了。这小罗没跳，李汤昨晚没跳，没有了，马上完了，还11%的电。他们走了好多了。其实我每天应该数一下，但数不过来，应该也就是300人左右，300-400人左右。11%吧，反正时间的够，第二时间够。马上完了，没有10%了。完了，再换一会儿，马上自动关机了，这个音响。结束了，啥意思啊？一点面子都不给是吧？啊！姐姐啊！他那边抓牌。姐姐抠鼻子的时候你。哪儿瞧的？没有。不要这样！你去参加？那个，去不去里面展示那边？那个。
他的笑的那个要笑的。谁呀？他摇头的，就这摇头的。然后又拍了一个，看一下。叫啊！看他们直播没有？叫啊！伙计做嘛，咦？他没有直播呢，他没直播的吧？哎呦，年轻人真多呀！没有不一样，你看看。耶，我有一点那啥。吃面包吗？那个小李哥。哎，我不吃，我吃完了，这些不吃，先吃完。这尹卓怎么没来呢？尹卓也没直播，也没有直播，尹卓没直播，也没那个。哎，谢谢。这是一美的好美丽的姑娘。美丽的姑娘。那铁的可以。铁的啊！慢点。有多么的感人。我紧紧着我在的期待。现在有个这里面。声音都没有，自己配，他自己配音。The music, the dance.现在你们揣我，但是没有音乐。电话干啥呢？喂，商场那边配，这边是超市这儿，超市，下车嘛，我没看，随便吧，随手过去，随手会，没有我们在这儿的，你看到我们不在那儿嘛？我们在中间，就在口子这儿，就在超市这儿就在那个地方，啤酒。新开的超市商店门口那儿。我去跟他们那儿。把音响放了地上嘛，把音响放到地上排，他摆在后面，收音不好，吵屁股。
这个，外面那圈，对对对，外面是那个可以自动对焦的呀。你看 A 档嘛，你就放在桌椅。把那个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M 档也可以，你就交通用惯，不存在。这个灯光不行。你可以加1.7啊，加1.7。可以不好看。如果加0.3就不好看了。拿我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会儿吧。他准备嘛？那个都。 说。不走路啊！开车，这么近。你现在没车，我这个手哦不行，我要去车房拿个支架。啊。